嘅黃金真係死都唔肯跌。尋晚收市報3123.8，貼住歷史高位收市。成個走勢就係3個字：唔冇肯跌。全晚嘅3103到3126，使到你頭暈，想點先？好倉主力未走，籌碼未散，大方向繼續。而家最重要一點，3125、3127呢條線測試咗唔止一次，係洗盤定蓄勢待發。你要明白，每次測試高位而諗爆落去就係強勢證據。咁多空倉仲企得住，代表下方仲有形之手托住。睇翻今朝回踩最多都係去3120附近，都唔俾佢落翻3100，佢仲唔係硬淨。今日策略兩招，第一招回踩3115、3117多單進場，呢個位係尋日歐盤回踩位，同時係小時圖支撐。第二招，如果一舉突破3128上去，直接追多，唔好再話升咗好多唔敢追。強勢市就係唔俾你等翻靚價位。止損統一建議設咗3092、3094，穿咗即止，唔好硬撐。目標喺3140附近第一站，甚至3155、3160都唔誇張。而家嘅黃金走勢唔係要你估頂，係要你睇住個勢順住玩。趨勢未完，唔好胡亂逆市。強勢市就係唔講道理，升上嚟都唔等你上車。如果你都係短炒選手，記得唔係唔敢追，而係追得要有章法。記得佢個 like，訂閱我個 channel， 每日幫你追蹤黃金熱點。有問題嘅留言區問，我哋一齊研究，一齊進步。